大家没看清吧？没看清，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对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我再示范一次。玄天功。 控鹤擒龙。打架算我一个。哎，你俩别太过分啊！是你们先动手的。 柳龙，萧晨宇的衣服脏了，带他回去换一下衣服。是。这事儿没完。萧晨宇明摆着欺负人，老师也不阻止，太过分了。老师表面上是惩罚你们两个，但实际既阻止了萧晨宇借上课之名对唐三下狠手，也不至于得罪那帮公子哥。小五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衣服一会儿就干了。 三哥，我们下午还有工作，就先走了。嗯，去吧。小五，走。嗯，什么事儿？你这衣服湿了，会着凉的，我给你烘一下。哎，好暖和！你的手为什么像炭火一样？不烫吗？我每天都会练习一些功法，时间长了就这样了。哦，也教教我呗。真的想学？嗯。 这修炼呀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来，转过来，后面也得烘烘。你有病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笑什么呀？他们什么时候来啊？快了，快了，大少。好了，唐三小五，过来一下。现在天也不早了，你们啊抓点紧，干不完别走啊，明早我来验收。嗯。 真烦，饭都不让吃，好饿。你去休息吧，我来扫。唐僧最好了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小五，哎，你帮我个忙呗。好呀。你数到100，我就能扫完。好。 1、2、3、40、哎45，好好数。哦，4、5、10。他俩在我影子底下这样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哎，别，大少冷静，大少冷静。谁在说话？是我在数数。哦，那你继续。好，35、40、45、50、55、紫金魔童。 50。
数，70，75。爆炸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小五，你数到多少了？75。不数了。吃饭去吧，我也饿了。啊。你想吃什么？萝卜。萝卜。走。不扫了。扫什么啊？吃东西比较重要。走。对，走。我们现在不能出去。幸好他没有发现咱们。你傻呀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啊！他把陆爷和炮长一场扫过来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还是咽下去吧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武魂殿绝对不会给一个废武魂发推荐令的。大少，我看呐，他这就是扮猪吃老虎，这都欺负到您头上来了，这都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少您是城主之子，您身份尊贵，那唐三和那帮臭副科生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几次三番明里暗里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。我们几个输了不要紧，可您不能输啊！我现在能力不够，我打不过他们，也教训不了他们。大少，我有一计。也好，他们两个生性顽劣，是该好好教训一下。昨天的实战课，相信大家都有所收获。今天，我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1对1进行指导，并且打分。小五，你先来。好。好厉害！腿部力量是你的强项，需要多加练习。将来可以选闪电兔、玉兔等腿部力量强大的魂兽，作为你的第1魂环。一定要猎杀魂兽才能获得魂环吗？没错。有没有第2种方法呀？绝对没有。该你了，唐三。老师，我的蓝银草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办法攻击。这哪是蓝银草啊，废柴吧这是。老师，您能指导我吗？你的笔试成绩很好，也很聪明伶俐，但是，对于像蓝银草这样的废物魂，在实战方面，老师经验不足，爱莫能助。可是老师，我不想放弃。我要成为一名魂师。建议你研究武魂理论，深入研究，将来学有所成，说不定能成为理论大师。你可以像老师一样，当一名教师，总会有用武之地的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别愣着，我们去打架好不好？不要想了。进来。大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您说蓝银草不是废武魂？给你搬炷香的时间，长话短说，我还得去看大门。所有人都说蓝银草是废武魂。刚开始，我觉得任何一样事物都一定有它的特性和作用，哪怕是最为常见的蓝银草也不例外。可是经过这几天在学院的学习，每个人的武魂都有进步，可唯独我的蓝银草跟之前我武魂觉醒时的状态一模一样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说一遍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大声点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人。
在我的研究里面，低等武魂占了很大的比重，蓝银草就是其中之一。它天生弱小，但也不是没有优点。蓝银草也有优点。你有没有观察过这种草的天然形态？那好，给你个作业，观察蓝银草。空鹤青龙。自从武魂觉醒后，玄天宫的功力始终没有提升，蓝银草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唐三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王胜他们准备了家乡特产，走，晚饭一起吃。唐三，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呀？是啊，它有什么特别啊？对啊，蓝银草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小五，你真是天才！你说的没错，蓝银草太普通了，所以它的迷惑性比其他武魂要大得多。你的答案我很满意。这么说，我能跟大家一样获取魂环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魂师了。按照我的构想，还有对蓝银草研究的综合分析，你可以成为控制系的魂师。那控制系的能力是什么？控制系魂师是用本身的武魂来限制对方，达到攻击或者辅助的目的。这些知识你将来都会在课堂上学到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的研究理论，你想听吗？来，把你的武魂展示出来。试着将它伸展开来。我做不到。时刻保持空灵之心，准备武魂附体。让这股能量无形无法，像水一样，在你的全身流淌。你要与自己的武魂协作，那么它就是你的朋友；如果你反击它，那么它就变成你的敌人。找到你和武魂最适应的感觉，你要相信它，因为相信的心，就是你的武魂。下面相信它，让它也信任你，开始生长。真的做到了。别分心，继续。蓝银草除了你刚才说的普通以外，还有3个优点。第一，蓝银草的使用对魂力的消耗相当小，比食物系武魂的消耗还小，所以你可以凭借自身的魂力大量的使用它。第二，蓝银草本身弱小，就令它不会对任何属性的魂环产生排斥。第三，经过我仔细的研究，蓝银草武魂朝着控制系发展是最为有利的，因为草是柔软的，可以随意控制，变成各种形态。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当做绳子来用，
捆住敌人。大师，怎么办啊？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我就小小的兴奋了一下。想些别的东西。哎，不行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想不出来。想想吃的好了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红烧肉。草怎么还没收回去啊？我没吃过呀，我只是听村子里的小伙伴说那个最好吃。想办法呀，大师。大师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是不能控制它。难免的，探索阶段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继续。你这被弄乱了，我给你整理好了再走。走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小瓶带着。这什么呀？专治跌打损伤的特效药。我这个还不至于。嘿，哎，我做到了。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么晚你不睡觉，干嘛呢？我在进行蓝银草的训练。哦，就是不断的跌下来，练习忍痛的能力。不，大师跟我说了，相信的心就是武魂。我在练习跟我的蓝银草适应彼此。可是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，武魂与我们同时存在，相依相伴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即使你很晚才武魂觉醒，可它一直都在啊。还需要适应什么呢？大师是不是说错了？起码在大师的指导下，蓝银草已经可以生长了，这也算进步吧。哎，你一个人练习多无聊啊，要不我陪你打？来。他不听我的！哎，别跑！我现在总算知道大师为什么给我这瓶特效药了。什么呀？甜的吗？我能喝一口吗？药可不能随便乱喝。哎呦，你看我陪你练了这么久了，你看我腿都肿了，你看。那你只能喝一口。好。是甜的，不知道喝完这么甜的，能不能心情变好呢？心情不好啊？晚饭的时候，王生跟我说，魂师会明天下午竞选老大，我就报名。
成为了候选人。那你说，为什么是竞选当老大，而不是打架当老大呢？你也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候选人还要准备什么发言？我该说什么呢？其实竞选当老大，并不是为了选老大，而是想要选出一个愿意帮助别人、有责任心的人。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选你的。我也想帮助人。我和王生啊，都会支持你的。我去给你买一件特别好看的衣服。好。哎，你看前面那家铁匠铺做的武器可厉害了，我到时候。这是什么呀？萝卜馅的糯米糕。哇，我要来一个。多少钱？3个铜魂币1份。想吃东西又还没钱，看我的！我一会儿就好了，你稍微远一点。这是谁教你的呀？我爸教我的呗。三叔，扣除津贴钱，能不能先把这个月的工资给我结了呀？叔啊，给你涨点工钱。谢三叔。有钱了，吃好吃的。耶，糖蒜最好了！走走走。那你吃吧。哎呦，我不吃，你吃你吃。没事，你吃你吃。哎呦，你快吃吧。那我吃了。小五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它叫袖剑，是我发明的暗器。暗器？哇！哎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怎么样？简单，来，你看，只要按下这上面的开关，里面的小箭就会蹭蹭蹭的射出来。这件宝贝我喜欢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小五，你放心，这上面有保护装置，不会伤到你。哎，小五，先把手放下。怎么了？你记住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可千万不能随便对人使用。哦，你放心，不到紧要关头，我是不会使用的。让开，让开，别挡路！大娘，你没事吧？大娘，没事吧？我的糯米糕啊！大娘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那帮人是谁啊？怎么撞了人就走啊？大娘先坐。小五，我这摊子全完了。诺丁城城主，萧晨宇的父亲。城主撞人，就不用道歉了吗？就是这样。哦，我听你说过，城主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种身份。是这样的。什么身份？生来就是城主，家族世袭。可是这不公平，每个生命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领地和权势，怎么会生来就有？其实我也不太明白。小五，回市委竞选是不是今天下午？哎呀，好像是。
别捡了，赶紧走。哦，有了这个袖剑，感觉无敌了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怎么了？选举都结束了啊，不是下午吗？萧大少他们把选举时间提到上午，仗着他们人多势众，他现在成了魂师会会长。啊，这是刚颁布的复刻生在校复刻表，你们看，摆明针对你们俩。以后你们不光下午要工作，上午也要干活，再这么下去，你们没法上课，魂力训练也不能参加，就完全没有提升机会。没事儿，我们可以偷偷听课。啊，不是三哥，诺丁城和学院就是萧家的天下，你们斗不过他的。要不，你俩都逃吧。为什么要逃？萧大少比看上去可怕多了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说的像你跟他很熟一样。你看，这谁打的呀？我爹是矿场的，矿场就是城主的产业。我武魂觉醒的那一天，萧大少手下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，我没有魂技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他说要我记住，就算我成了魂师，也还属于诺丁城，属于萧家。把这个喝了，你的皮肉伤很快就会好。不用了，三哥，我这是武魂造成的伤害，比物理伤害更难愈合，不是一般药物能治疗的。你放心，下次那个家伙再打你啊，你告诉我，小五姐保护你。哼，选举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，我现在就去魂师会。给我盯仔细了，千万别让别人进来，啊！城主府的魂师都来了。再来。靠你了，啊！谁呀？哎呀，快快快！找到和你武魂最适应的感觉，你要相信它，因为相信的心就是你的武魂。相信的心就是武魂。靠谱吗？靠谱啊！凌风大人亲自出手，绝对没问题。您可以放心。大少，幽冥狼啊，这可是最适合您的魂兽啊！凌风大人已经把他给控制住了，您只要动手就可以了。
圈是什么？可惜，只是白色的魂环。哎，真要是100年以上的魂兽，那杀死容易，抓住可就难了。也对。武魂殿那边怎么样了？啊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哎，那唐三就是一土包子，他不可能跟武魂殿有什么密切的联系。调查清楚再动手。哎，好。成功了，大少，成功了！终于成为真正的魂师了，唐三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什么颜色？白色的。白色魂环，100年不倒。如果真的按照你所说的，萧晨宇恨透你，可是迟迟不对你动手，应该是你是武魂殿所推荐，所以对你有点投鼠忌器。我跟武魂殿真的没关系。很快他就会发现这一点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那他刚才在干什么？拥有魂环才是魂师之路的真正起点。那他为什么要亲手杀？必须是魂师最后一击杀死魂兽才能吸取魂环，应该是他父亲的手下替他抓来的。其实他要的只是小五，你大可抽身而出，不管这闲事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。还有最后一个选择，我可以帮你获取魂环，晋升成为真正的魂师。今天晚上到这里等我。为什么帮我？这是交易，所以你得帮我。我能帮你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真想保护那丫头，记得今晚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许愿只是一种假象，魂师的生活充满了血腥和危险，可是又有无尽的精彩等着你去发现。你准备好跟我迎接这新的世界了吗？为什么帮我？魂师不应该习惯屠杀，强者应该保护弱小。你的理念跟很多人不一样，说真的有点傻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。他们也说我很傻。傻瓜组该抱团吧。跟我来，我们一起去寻找属于你的魂环。这个不错啊！哎，老板，这罐子看看。哎，这个罐子好啊，10个银魂币。对。哎呀，你看。大师，我们在等什么？
等商铺关门。为什么？要帮你获取魂环，就得捕猎魂兽。想在诺丁城附近找野生魂兽，就只有去猎兽森林。这跟商铺有什么关系？猎兽森林有武魂殿执法团守卫，没有通关手令是进不去的。武魂殿控制森林？大部分魂兽出没的森林都由武魂殿把守。武魂殿有不少封号斗罗，战力很强。尤其是当今武魂殿首宗，被称为天下最强魂师。首宗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比比。哎，反正很多人都称其为首宗，不会直呼其名的。我们要搞到通关手令才能进猎兽森林。那这个商铺是武魂殿开的？不是，但这里能搞到通关手令。那为什么要等关门再去买？因为这里的手令都来路不正，不能光明正大的买。哦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大师啊，这手令是不是很贵啊？知道你没钱。我会还你的。我现在1个月在铁匠铺打工，能赚个7、8个银魂币。来不及了。那先谢谢你啊，我攒够了就还给你。你不必谢我，其实我也没钱。那我们怎么买啊？你还没见过我的武魂吧？没有。这就是我的武魂，罗三炮。这算是器武魂还是兽武魂啊？都不算，它是一种变异武魂。居然变异出一只猪。狗。哦，还能跑外面。你的器武魂蓝银草不也在外面吗？哦，那所以说武魂可以分为3种，分别是器武魂、兽武魂以及变异武魂。而附加形式则分为2种，一种是附体，一种是离体。你很擅长总结，也很勤奋好学嘛。哎呀，勤能补拙，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。关门了。猎兽森林的买卖，我们想进猎兽森林。100金魂币。100金魂币？抢钱吗？武魂殿通关手令本来就少，这个价钱没得商量。我们没有钱。滚！但我有活的魂兽。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，等于100个铜魂币，足够我和我爸在圣魂村好几个月的日常开销了。一只魂兽值100个金魂币啊！魂兽极为骄傲，如果战败，往往会自爆而亡，所以活的魂兽是无价之宝。哦。萧晨宇获取魂环，不就是抓了活的魂兽吗？那是被特殊的手段给弄晕了。他是城主之子，资源无数，手下众多，也只能抓到100年不到的幽冥狼，所以抓活的魂兽很难。哦，可是你刚才换手令的不是魂兽，是你的武魂啊！他看不出来，变异武魂很少见。哦。哎，那你那只狗还能拿回来吗？随时能够收回。啊？那不就是在骗他？不然干嘛要你快走？这样不好吧？快走！这里进去就是猎兽森林，你看那边，武魂殿执法团，那是魂尊，已经开启3魂环，实力强劲。如果有人想硬闯或者溜进猎兽森林，都很难做到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想知道，你叫我拉一车萝卜是干什么？那是给罗三炮准备的。罗三炮？罗三炮不是狗吗？它还吃萝卜啊？这和罗三炮的攻击手段有关。走，我们先过去。
哦，慢着。这干嘛呢？狗粮。进去吧，时间不限，生死自理。应该是逃了，这样也好，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好结果。让一让。我觉得不是逃走了。这行李是谁的？是三哥的行李。啊，谢谢。你爸最近过得不错，守卫天天陪着，一举一动都有人关心。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第一时间就能通知到你。王胜啊，好好学习，这样将来回到家族以后，你们一家人就又能团聚了，是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也要谢谢你，帮我走出了第一步。不用谢我，这只是交易。魂师从魂兽身上获取魂环，本身是一种能量转换，而魂师的身体有承受魂环的极限。哦，这个我好像听说过，在学院的书里看过。这个极限有精准的数字。举个例子，像你这样要获取第一个魂环，猎杀的魂兽是以423年为限，越接近423年，对你的提升就越明显。反之，如果超过的话，你的身体容纳不了，就会晋升失败。423年，这书上都没这么详细啊。这是用理论推算出来的。这么厉害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魂兽活了多少年呢？哎，罗三炮嗅觉非凡，能判断对手的强弱，靠他指引，可以帮你找到最适合的魂兽。哦，好，哎，大少，城主说过猎兽森林有危险，您不能亲自去。你知道家族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啊？以保护为名，剥夺后代前进的权利。永远躲在庇护之下，只会让后代变得越来越软弱。那唐三他们要是真的逃走了呢？刘龙，你注意过他的眼神没有？什么眼神？他这种人，在没有被彻底击垮之前是不会逃避的。要不咱们再查一查？虽然有人看见他离了城，但毕竟不确定他去的地方就是猎兽森林啊。我阻断了学院对他的所有帮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换作是我，也只有猎杀魂兽、获取魂环这一条路。那他哪能跟大少您比？嘘，我从不小瞧自己的对手。在学院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还真不好动手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追上他就是要亲手剥夺他所有的骄傲和希望，夺走他的女人，摧毁他的眼神。这才比较有趣啊！但是他跟武魂殿的关系还没确认啊。我不杀他啊！我只是想要他屈服。来，啊，谢谢大师。哎，咱们休整一下，等罗三炮休息好了再出发。大师，
我们这也没走多久啊。他容易累。我看他一直动都没有动，他是不是晕过去了？他其实还醒着。啊？嗯。哎，这罗三炮是一个武魂，还能吃东西啊？这也算获取能量的一种方式，所以维持它对我的魂力消耗很少。哎，来，三炮，吃萝卜。哎，三炮，他怎么不吃啊？你见过狗爱吃萝卜的吗？那你让我带这么多萝卜进来干嘛？哼！小心！罗三炮，运气如雷，轰天裂地！幽冥狼，白色魂环，100年不到。哦，萧晨宇猎杀完幽冥狼后也有这个魂环，这个圈圈到底是什么呀？本质上是一种能量而已。10年魂兽的魂环是白色，1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黄色，1000年的是紫色，10000年魂兽的魂环是黑色，10万年魂兽的魂环则是红色。10万年，一只魂兽真的能活10万年啊！如果你有机会去星斗大森林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可以见到。嗯，我杀的，别人不能吸取。那你不吸收吗？多浪费啊！我的武魂废了，这对我没意义。哎，怎么尸体和魂环都没了？一般情况，魂师不吸收魂环，那么魂环还有魂兽的尸体会在1个时辰内自行散去。这只幽冥狼100年不到，所以消散的速度自然更快。哦，那一般吸收魂环都直接用手摸吗？最好先驱动武魂，吸收魂环的时候需要。哦，哎，刚才三炮的表现很好啊，那你怎么说他废了呢？我们只是在做交易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一切。刚才那个是三炮的魂技吧？挺厉害的，就是看上去有点那个。对，他的攻击手段比较特殊。啊，真独特啊！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他不吃萝卜吗？罗三炮只能攻击3次，每次攻击完以后都要靠这个补充能量。哦，只能吃萝卜，这个最有效。唐三，啊，小五，城主府的，请进吧。麻烦问一下，今天还有人进去过吗？有啊，和我差不多大，差不多，一男一女。问的还没完了，哎，进不进去？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态度啊！最后一句，他们还没出来吧？没有。谢谢。你先出来。哇，这就是三炮啊！他胖嘟的好可爱啊！是不是因为他的攻击只能发动3次，所以叫三炮啊？可是奇怪，他怎么是只猪呢？他是狗。小五，你怎么跟我们一起来了？谁让你出来也不叫我？可是你怎么在筐里面呢？你们在买萝卜的时候，老板在后面搬筐，所以呢，我就趁机钻了进去，机智吧？现在不是机智不机智的问题，这里是猎兽森林，
到处都是魂兽，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来都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回去吧？能不能先把他送出去啊？出去容易，从哪里再找个手令回来啊？我就跟着你们，我一有危险我就跑。兔子最有力的就是腿啦，所以呢，我跑得可快了，而且我还有袖剑啊，保证不给你们惹麻烦。大少，你看看刚刚那人那样啊！哎呦喂，我跟您讲，要不是您拦着我，上去就是一招黑虎掏心。我跟你说，那是武魂殿的执法团，你真敢冲啊！武魂殿也过于强势了，弄得猎兽森林就是他们家的一样。再说他们区一个门派，凭什么对大少爷你这么横？刘龙啊，你记着，实力强，才有资格强势。是。哎，大少，有车轮痕迹，往那边去了。哎，推着车进猎兽森林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手令。不着急，等抓到他们以后，慢慢问。啊，跟上。哎，是。饿不饿？只有萝卜可以吃了。来不及吃了。为什么？要准备跑了呀。跑？你要干什么？听你们刚才说，你们杀的是幽冥狼啊？对啊。幽冥狼在森林里面可是群居的呀。幽冥狼群不好对付，快跑！这样是逃不掉的，不如回头迎战吧。得想办法把狼群引开。谁来引？罗三宝。好了，我们换个。唐三。三，唐三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哎呀，我刚听到你们说话了，他在骗你啊！骗我？骗我什么？他说423年是第一个魂环的极限，根本就没有这种理论啊！你怎么知道？我把学院藏书阁里的理论书全都看了。你知道吗？有高级魂师说过，如果第一个魂环选择超过300年的魂兽，几乎100%晋升失败。那他或许是想让我挑战极限呢。魂师晋升失败，不是重伤就是丢命啊！那个大师分明就是想害你啊！他要是想害我的话，直接把我交给萧神宇不就得了？哎呀，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理论，根本不会在意这个办法到底会不会伤害到你。不会，我反复思考过。大师对我蓝银草的规划是对的，是有合理性的。你很想获取魂环吗？萧神宇已经晋升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哪怕魂兽没有惹到你，你也决定杀他？我也不愿意啊，可这么多年来，魂师不都这么做的吗？好吧，找一个又凶又坏的就没问题了。又凶又坏？应该是土灵鼠，很可爱的。要不我们换一只吧？其实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理论书啊？我来学院就是为了弄明白武魂的本质是什么呀。那你弄明白了吗？还没有，太复杂了，得慢慢来。又怎么了？幽冥狼群的领地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路上几乎所有的魂兽都避开了呢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一路上也没魂兽啊。
有走动过的痕迹，还有残留的气味，挺明显的呀。这你都能知道啊？因为我从小就在林子里长大。走吧，那边应该有大家伙。这里。这里是什么？魂兽穿行的痕迹。这你都能发现？就在前面。这看上去是被什么东西撕裂的痕迹。两只魂兽交战，很强啊。应该都受伤了。是斑斓猫，爪子的攻击力非常强。它好像受伤了，可以用来做我的第一个魂环吗？就算是受伤，也非常的强。更何况你还没有练魂技。试试吧。紫极魔瞳。好可怜啊！你不杀他了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林子这么大，再找一只别的吧。太好了！你不想让我杀他？嗯。那你刚才怎么不劝我？因为我喜欢猫，就阻止你获取魂环，那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啊！总不能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吧？那你以后想要什么，就直接告诉我。哎，我刚才看你眼睛发紫光，是武魂的力量吗？哦，算是吧。还挺漂亮的，不过蓝银草不是蓝色的吗？怎么变成紫光啊？哎，大猫应该是失血过多，虚弱的晕了过去。他的伤口还在不停的渗血，说明伤势很严重。唐三，你找魂兽着急吗？你想救他？如果我们不管猫妈妈，小猫也活不了了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救啊？我找找，这附近应该有止血的草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又不知道长什么样，你呀就在这守着它们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连这个林子里什么草能止血你都知道？因为我从小就在野外长大呀，顺便给你带点果子回来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啊。好。哎，小五，你没事吧？好疼！怎么回事？唐兄弟，你还真能给人惊喜啊！啊？但我觉得我爸一定特别伤心，不然他也不会天天喝酒。我想啊，我妈妈一定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，所以我爸才会伤心这么多年。好了，也不知道突然怎么说了这么多，你就当故事听吧。别哭，我才没有哭。大明跟我说过，每个生命都要去世的，只要你还记得他，他就会活在你内心。我猜你妈妈肯定活在你爸爸内心里，他们没有分开。嗯。大少，大少，怎么样？所有女生寝舍全都找遍了，没发现昨天那丫头啊。真的都找遍了。那就在这儿等，她总要吃饭吧？不是我跟你们说吧，小五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小五在我心里就是一个
特别善良，心地特别单纯干净，没有一点复杂的念头，就像一个小孩一样。我们明白，三哥。您说什么，那就是什么。哎，我说你们真的不要想太复杂了。三哥，我们都懂。你和老大的事儿，我们是不会往外面说的。王哥，老大被香道上拦住了。真不记得我了？咱们昨天在门口见过的呀。小五，唐三，这边，他们说这边吃饭不要钱。堂兄弟，又是你。小五，你认识他吗？他说他昨天见过我，可是我记不起来了。小五是吧？